日又嚟同大家一齊嚟分享聖專蓮生活佛文集入邊嘅精選篇章。今次講嘅係借假練真法。人生修道其實都係喺假嘅身體入邊練出個真我出嚟。呢個真我其實就係佛性。人人本身都有佛性，但因為受咗好多世以嚟嘅業障影響，搞到自己迷咗路，仲誤會咗，以為呢副百幾歲就會壞嘅身體就係永遠唔變，可以成佛嘅真身。其實咁樣諗係大錯特錯。人嘅身體其實係由四大元素組成：地、水、火、風。地係骨肉，水係血液，火係體溫，風就係呼吸。所以呢四大係因緣和合而來，唔係乾淨嘅身體，係暫時組合出嚟嘅。除咗呢四樣之外，仲有樣好重要嘅嘢，就係神識，即係無形嘅靈魂。靈魂冇生死，係根據因緣而生，本來冇形狀，冇固定地方，有過去，有而家，有未來，歷劫千萬，唔會執着喺邊一度，唔係喺內，亦唔係喺外。只係因為人有顛倒妄想，先搞到有咁多差別出現。咁修行人修啲係咩呢？咪就係修呢個無形嘅靈魂咯，唔係修副四大假合嘅軀殼。不過因為靈魂要借用身體嚟修行，所以我哋就話係借假練真。修行就係用個假身體去修翻個真靈魂，呢個就係借假練真嘅真正意思。道家講修道有分三個等級，下品係練精化氣，中品係練氣化神，上品係練神還虛。有首偈講得好：經營世故日茫茫，錯認迷途係故鄉。識得本來真面目，此身原係臭皮囊。我哋聖專蓮生活佛嘅皈依祖師印光大師都講過，守五戒，行十善，唔好墮入惡道，投胎做人或者上天界，慢慢種善根。根據你種咗幾多善根，將來喺唔同嘅法門裏邊發願修行。有人行菩薩道，修六度萬行，可以證得法身；有人行聲聞緣覺，修12因緣或者四聖諦，照樣都可以斷惑證真。雖然法門有大有細，有快有慢，但係全部都要靠自己努力修行，真正斷除迷惑，證得真理，先至可以出離生死，擺脫輪迴。所以話，如果做咗10不善嘅業，就會墮落去地獄、餓鬼、畜生嗰三惡道。但如果行10善業，就可以生天界，或者再做人。所以修身其實就係修心，修身係假，修心先係真，就係咁簡單。三世因果輪迴，其實最簡單嘅道理就係想知前世做咗啲乜，睇下今世受咩就知；想知來世會點樣，睇下今世做咩就知道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。以上內容都係截取自聖專蓮生活佛文集精選，希望大家可以喺網上留言分享你嘅感受。下集再見啦，阿彌陀佛。